乐乐小宇宙。年兽的秘密一。古早，伫深山内住一只大只的怪兽，伊的名号做年。伊的头像狮子，身躯像牛，头壳顶阁发尖尖的角。逐摆若困去，就会困一年，到2到暝才会精神。年兽若精神，腹肚拢会真枵，嘛真歹性地。伊的落山，甲村民的农作物甲精生拢食了，甚至阁会甲厝弄甲外高饲带。所以，若到2到暝，村民拢会赶伫年兽落山之前，甲行李款的，规家伙仔离开庄头去避难。有一年的2到暝，村民拢去避难啊，庄内敢若剩一个行袂振动的老阿嬷。当伊准备要关门走伫厝里的时，有一个老阿伯弄门，讲家己又阁寒又阁枵。老阿嬷赶紧收留伊，阁撒烧烫烫的水饺互伊食。老阿伯体力恢复了后，讲伊知影年兽会惊啥，叫老阿嬷去穿红纸、红布、甲竹仔。天暗啊，年兽来到庄仔头，准备要来食烫海的时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炮话声大声，甲伊惊甲摇起来。四颗位啊，拢是插目红色，嘛，互伊目睭直直呢。尾啊，伊阁不将旋转去山里。原来老阿伯是一位神仙，专工来甲村民斗相共。自迄时起，大家就伫门口搭红色的春联，穿红衫，放炮仔，年兽嘛无搁再出现啦。哇，大家敢若拢真惊年兽呢。不过，恁敢无感觉伊有狮仔的头、尖尖的角，阁有牛的身躯，安尼足歹的，听着有够抢呀的。哎哟，乐乐，年兽明明就真恐怖。你知，我腹肚枵的时阵，心情会变真歹。若是年兽腹肚枵，一定比我搁较恐怖100倍。是讲，伫故事内底，村民逐年拢敢若会晓走，无人知影年兽是安怎要来，对无？伊敢真正想要伤害大家？琪琪讲了有理，若咱知影年兽伫咧想啥，凡事代志就会无共款咯。不如咱去故事内底看觅咧。那伊真正足歹，要安怎？康康，咱只是去观察状况，毋是要甲年兽相拍啦。有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就好。好，就安尼决定啊！琪琪，故事册咧，准备好啊未？无问题，交互我。故事跳门启动。琪琪发明的故事跳门，若是一扇门，只要把故事册放入去门的洞口，就会当连接故事内底的世界。足怪，是毋是咱入去冰箱内底啊？毋是啦，康康，你望看觅，是蛇哦。我哟，咱应该是伫咧庄仔头附近。恁看，遐有灯光。哦，涂骹规个滚滚呢！咱来比赛，看啥人厝较远好无？还阁有，若是来弹细球，一定阁较好耍。等一下，大家先点点。恁有听到无？规个涂骹拢咧震动，地动啊心。
敢要是泥鳅来啊！迄个咚咚咚的声音到底是啥物咧？豆豆、心心、康康甲琪琪，伫年兽的故事内底，又搁会撞到啥物代志？后一集讲互你听。